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初3拜三的客家新新闻，我是陈彦祖。当年的早晨9点半，客家新新闻都会伫明路巷带来了解有关武汉肺炎疫情的最新消息。今边的客家新新闻，我带大家来关心那个议题咯。其实呢，今边的时态报纸嘅头版头条嘅关心的新闻呢，嘅议题呢都非常的集中，对早期呢都啲关心振兴嘅部分。左边呢，一个行政长苏贞昌同政府委员同峰呢，家长呢系亲身出来开嘅记者会，同所有嘅社会大众呢来说明讲，一个振兴券到底政府为用嘅来法，给民众呢做定用嘅来用咯。今片呢就先对一个苹果日报来看到一个头版头条当中呢，就同大家来讲到嘅一个振兴券呢，一下呢一个名嘅呢系正式换到振兴3P券，嘅振兴3P券呢，也给对青嘅处意意思。呢就做的呢本民众呢先去主文呢，给民众呢虽然拿点从去健保卡去到超商啊去插点健保卡登记，就做的呢完成一个明路巷的主文呢，就像是嘅左边呢行政院就同大家讲，嘅登记呢就会从买最嘅按用按底片。都会青年15就会正式发本大家呢就做的呢来正式来使用的。给民众呢做的哪些加油啊，哪些买菜券，还做的那些老料系饭店也的所在早期呢都用的。不过呢，从喺啲用路买东西，还个有从纳税也都有12项呢也嘅相关的限制，系大家呢要去注意到。人家呢来看到呢嘅振兴券呢也就上到按用有500元呢，还个有200元无相用嘅。哦，其实呢，一开始呢，嘅政府呢系就同大家讲，嘅振兴3P券呢系总的呢来找一个原告嘅，不过呢，一下呢嘅有老嘅限制人66位来并用掉哦，意思呢就同大家讲，嘅摊商假使呢民众拿一个嘅200元，假使呢摊商为找一个原告，其实呢，佢还系做的，不过呢，嘅消费者系总的呢，让要求讲调价天数为找。一个原告本咯，也呢来看到呢，新主要呢政府呢为了发一个振兴3P券，新主要目的呢，就系按呢来倾诉一条啲疫情武汉肺炎疫情发生过后呢，受到影响嘅实体店家为强调部分就系讲实体店家也部分，新主要呢就系讲因为武汉肺炎发生过后呢，众多民众家条都唔敢出去消费啊，就造成呢家条店家呢都根本呢都冇民众敢去消费，敢去交关呢。不过呢啲明路交付也部分呢电到嘅业绩系有成长，故所呢一下呢政府新主要呢为倾诉嘅对象就系一条实体嘅店家，沙来政府按上按用来做呢来看呢新闻报道。疫情下底咧，对纾困转到振兴，公立当叫嘅振兴券总算要实施咧。行政院中苏俊聪每自家公布7点拿出平台版嘅实体券，为名做振兴300券，以为那1000元做得换3000元。要好领，要好用，要好刺激，同时最温暖。所以3好1温暖，怎么好领呢？全国同胞都能领，只要你是我们国人同胞。2300万多人，加有居留权的配偶15万人都可以领。行政院提出嘅300券，对青年15块时就得到要求用1000元换3000元，免除200元有5种，500元有4种嘅实体券。青年块时未就得到4台超商来做换，唔系基本嘅方式，就得用填字减签、填字标志来信用卡。青年块时限定了消费3000就得回馈2000。信用卡它可能直接就是2000块，那你下期的账单就直接等于刷退2000嘛，你少缴2000的卡费。那如果是电子支付的话，如果它后面是你的银行账户，它也需要直接汇2000块进去。那电子票证的话呢，我们现在也还在研发一个技术，就是说不定你可以在 ATM 提2000块的现金出来。呢個振興300券就得用到市場百貨，然是送券利有協助了的為所內用。不過針對用到明路買東西，外送還有納稅填料罰單了的。天地國內風氣處事，天天的表揚，蘇建聰未空調，都暑假實施就係希望帶動國內觀光，撈經濟發展，安身為有2000元嘅消費。下個新聞始終準千米日特別報道。今年嘅振興利用券呢，其實呢法律限制哦，清楚有呢就講假使呢唔係有中華民國嘅關係，韓國呢唔係有居留證嘅關係朋友，早前呢都做得了。喺左邊呢，一啲行政長蘇貞昌還特別同大家來強調，講一啲量嘅期限呢係到今年嘅年底。
古种意思就係講對多位市民嘅親民意義嘅長出些嘅恩愛，其他呢咪係有自己好氣量嘅。而家呢兩度過後呢，民眾呢為用一個進行審批嘅時間呢，其實還係有啲位限制哦。前主要呢做的從係用去加油啊，用去百貨公司去買東西，還講呢從去做頭拿模，然後呢日本發通從係嚴重非亞條駕駛呢外賣票鴉片呢做的，還講呢從係美容美髮業，從係外去做儲值甲，從做餐廳書店，然後呢還講有從市場啊外去老料黑飯店鴉片呢做的用，而家呢關係來呢從係食的啦、帶啊用的啊一部分同民生有關的相關行業都用的。唔過呢，還係有啲限制，前主要就係講有11項係總的來使用嘅，仲係納稅，韓國呢去買煙，韓國要繳保費，然後呢買股票也部分呢咪係做唔得，韓國呢駕駛呢民眾為用一個進行審批權來繳罰單同國民年金，也部分呢都做唔得，也部分呢咪想大家為來注意哦。其實呢發嚟進行審批權過後呢，民眾係用嚟來看咯。喺蘋果日報呢，佢就有去訪問佢係談上哦，而來看到鴉片咯，也嘅係伊哋買填補來調價嘅按到國小資哦。佢呢對政府呢發出一個進行審批權呢。看法呢，佢係意味講，呢啲審批權呢嘅駕駛呢調價拿到過後呢，好像自家呢去銀行來還現金，佢知道講也真件係都唔低騙咯。唔過呢，韓國有從也嘅係買一啲總嘅調價一啲5.4哦，佢講呢一啲。一粒總嘅其實賣一粒係35元，佢駕駛呢民眾係拿一種200元，用嚟進行審批權，本期叫人用嚟賺錢哦，其實都係非常非常嘅費氣，非常嘅麻煩咯，也偏係反對意見。唔過呢，咪有民眾有彈性係動支持哦，建議嚟講嘅進行政府呢家下呢就清楚要呢係為來進行經濟，韓國民眾實在是1000元，主做嚟揾到3000元，按到嘅抵用權做嚟講係非常非常嘅酸嘅貨，故種呢。其他態度呢係算係動支持嘅，啲民眾大部分呢係有人反對，呢有人支持，唔過啲朝野利益強用咪係愛用，尤其係國民黨鴉片，係意味講政府呢非要嚟進行審批權係整件都麻煩，都冇呢來同民眾來商哦。稍後呢就嚟看 NH 新聞報道。行政院正式公布進行審批權為發本每日嘅規定，行政院中蘇貞昌強調，那1000元就得換3000，前到民眾已經開始起退。不過實體嘅免額有500到200元兩種，有彈性渠道免額調態，可能得到拿唔到。應該是說有100塊的，或者是50塊的，讓人家就有個彈性。那你一個人消費不可能到300、500啊。這個政策它的方式其實很多元，應該可以適合這個老中青不同的世代去做使用，是蠻方便的啦。就應該是會促進，至少對我來說，我會去買東西。行政院確定嘅進行審批權未推出各種使用方式，不過有人為是批評，對好多歲嘅老人家來講挺複雜嘅。行政院講就得有2000元嘅消費，未限外國觀察，有了為是非人，政府提供方式多年，民眾就得多使用來刺激消費。冇當方便，尤其對呢啲中海老人家來講啦，天氣那麼熱，特別是排隊啲個晾個口罩，排隊啲個搶個紓困，你也會排隊晾你係進行權冇當方便。我覺得不會複雜，就像現在我們購買口罩有很多種管道，只有500跟200兩種，有人覺得說不夠方便。其實在到12月底的這個期間它等同現金啊，那個我覺得沒有問題啊。過年啲天下底嚟，政府開始變經濟，希望大同類似顯市場。不過有利為限係少，過年關公利用人，主要係係支持外國旅客，但強用審批權更怕外貿結構，應該外界嘅進行下一步嘅紓困。客家新聞始終準前日台北報道。剛才啲人嘅新聞報道都好呢，這個看到呢，嘅朝野利益係有人支持，有人反對。嘅中國時報呢，同大家帶來嘅報道呢，清楚有人就同大家呢來講呢，一另外嘅針對進行抵用權呢一個義務。今日呢就來講到一個進行審批權嘅國家呢，其實呢就係當咩唔嘅，清楚嘅問題就係講，政府呢就係唔發現金本大家加條因為講，從係國民黨裏邊就因為講一個現金大家呢使用起來呢係卡利片呢，然後呢韓國有期一個1000元變到3000元，按用嘅方案呢其實同複雜，其中講可
可能呢永远都是一个含灰。唔清楚，可能呢就会变到从一个先前纾困的时节，大家讲的纾困治乱，大家呢为城乡时间呢增进多麻烦又动飞起哦。从喺啲国民党嘅里面呢，咪有来讲到，就有国民党里面从喺赖斯堡夹掉就认为讲，也嘅政府呢係讲一啲审批权係海外民众自家来自1000的元，漳州的呢换到也嘅3000的元，根本呢就唔係讲一啲從政府讲嘅增进按友好，一啲增进效果係按多嘅。那我呢咪有嘅民众黨嘅里面呢夹掉就認為講，也呢認真講一嘅關係朋友呢鴉片呢就做得來量嘅。我哋喺台灣呢其實呢關係朋友嘅關係呢有動多。假使呢也掉關係朋友夾掉多時節，或去兩時節，就講法律單位呢會唔清楚講，夾掉到底乃整天呢係錯也唔錯嘅，就講講啲兩個時節，啲法律時節會造成動到民眾嘅問題同疑惑哦。故所呢，有啲國民黨裏邊呢，夾掉就提出爭議，認為講還係希望呢政府呢為來發現金，當然呢有啲金額係一度呢也好，希望呢。政府呢照顧一條民眾嘅心意呢，為再個來加強，為做就100老記做到今後，做到997，也係中國時報記帶來嘅報道。然後呢，接下來呢，為再個來看到呢，其實呢，雖然講佢哋進行審批權有一個條例裏面呢係提出嚟加條嘅爭議，不過呢一下呢有動到嘅壓榨，一部分呢都是到講動樂觀，當其他一個進行審批權對加條帶來嘅天數同幫助哦。誒，你看到有啲自由時報記帶來嘅報道，就係講一下呢有調價加條就自家來增加郵費嘅，希望呢民眾呢價格呢來用一個進行審批權來做收費哦，就係講呢。對青年處意思，民眾呢去到朝上組分過後呢，嘅所有嘅嘅懲罰嘅方面都用得，然後呢又從一名壓榨就開始來響應了，加條呢就提出嚟配合政府嘅一啲進行審批權來做相關嘅郵費措施，就係講有相關嘅產堂，加條呢一下6000的元呢按用嘅產店嘅拖產。給民眾呢是為拿一個3000的元，按用嘅進行審批權去買就做一啲咧，就講6000的元算3000的元，希望呢來向消費者去交關咯。然後呢韓國呢沒有其他業者呢沒強用沒提出嚟其他郵費措施，從嘅有先前呢一條產業者呢加條呢就結天呢，假使呢民眾呢也個拿一個審批權去消費，嘅假使買1000的元加條呢就會另外這個送500元，按用算起來呢，差唔多3000的元就4到4500的元按度，而家呢要動業者都動配合，希望呢為來向消費者價格來消費，來做到一啲政府為來進行經濟嘅目的。按上來呢，我再過來看到，其實呢一下呢一啲。但係現市政府所有嘅業者呢，加條就當期提供政府價格來進行。唔過呢啲防疫一部分呢，個現市政府還係唔敢開睇哦。從嘅廿幾年，包含嘅台北市政府同新北市政府都還係為到防疫來做準備。加條就認為講，假使呢台灣這個標出本土嘅武漢肺炎疫情，恐怕呢又會對所有嘅民眾韓國有所用業者造成影響。故所呢加條一下呢，還係有啲進行相關嘅演練來做影音。6月初七，全台灣就會解除管制呢。喺關於平壤邊境嚴格管制嘅原則下，特別是前幾日送上論壇，為咗時間來舉項目係嘅大問題。特別是從國文者今日啲審議費批准家下就講，送上論壇判嘅動嘅，竟然係由特別是來主判，雖然有疫情影響，唔過冇理由停判。另外，為交通交流將有善意。這個台北跟上海，這個也沒有，這還是在這種兩岸城市間的交流在哈，所以不被無限上綱了。真的計劃書寫出來，也要送陸委會。不過現在考慮到防疫，所謂講嘢喺國內台灣入境過後，就會接受隔離14日嘅檢疫，喺冇辦法面對面直接坐下來開論壇，生意也沒關係。特別是政府會考慮改用實行方式來舉判幕，嗰份就講還係較希望實質嘅判例。在秘書處底下有個大陸小組嘛，會跟對方就舉辦的方式啊、人員啊什麼哈，這個就開始在磋商。舉辦還是要辦的哈，可以實體交流，實體交流還是比較重要。現陣台灣嘅防疫表現受到全世界肯定，有生意人建議，今日係照時間來舉辦送上論壇，咪應該同台灣嘅防疫經驗、抗疫論壇嚟討論其中一啲議題。我對岸董事洪氏群幕嗰份站嘅現實，會同台灣嘅防疫拿嚟做自論壇題目嘅討論。記者楊碧賢、馮德賢台北報道。
佢针對嘅進行啲用錢嘅使用方式，其實呢籌備嘅政府公布過後呢，有當到苗有加掉呢就上噴發講，運用嘅呢來增加勞業嘅進行產品檢定使用效益提升到清高。就苗有呢提出講，假使呢民眾去到一個從係好市道一條美國式嘅大賣場去消費，唔過呢嘅消費過後呢，有勞業嘅買嘅東西拿去推薦去，嘅可能呢就做得呢勞業嘅進行產品檢直接呢換做現金嘅，嗰種呢就有人認為講，嘅進行產品檢還係有啲會缺失到咩提倡政府要注意，點解下呢嘅國民黨嘅聯動團呢就未來召開記者會，會針對進行產品檢嘅問題呢，同政府呢來做提倡，也就呢還係堅持認為講，政府呢還係假使呢為好好照顧人民，就應該呢為來發現金。也係國民黨嘅支持。如果你啲鴉片呢，還係會同大家來做提倡，就係講一個政府認為講一個進行產品檢呢嘅假使呢，進行達到一個進行呢消費效益，可能呢會達到幾千億元呢按用嘅經濟效益。嘅民眾呢嘅先前雖然講有限制民眾去到廟路巷買東西，不過有一點要注意，假使呢嘅民眾呢嘅去廟路巷看到嘅點呢，其實呢加掉呢係有實體嘅點呢，不過呢加掉呢係老加掉嘅商品呢。擺到廟路巷來賣，大部分呢其實還係做得來賣嘅。就像你假使呢民眾呢，或去啲廟路巷呢買像係演唱會嘅門票啊，大部分都還係做得。然後呢像係假使呢有賣一條假期啊，還係講一條神事嘅產品，嘅假使加到有實體嘅店呢，你有廟路商店，嘅大部分呢民眾啲廟路巷來買東西，用一個進行產品檢鴉片呢就做得來用哦。嘅啲廟路巷總得買東西嘅錢主要限制就係講，嘅一條呢冇實體嘅店呢，但將啲廟路平台巷買東西。鴉片的點價呢就唔適用一類進行產品檢，一部分提倡民眾為主意。以上呢就係近比客家新新聞同大家帶來嘅也嘅近比有關進行產品檢的相關消息。多位下晝2點，請同志朋友繼續來收聽客家新新聞，同大家帶來關於清醒的疫情發展。客家新新聞，客家 Live， 本唔清醒的疫情資訊。我係陳延洲，我係邱麗玲。當日早晨對報紙頭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的清醒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Apple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清醒聞。